咱看今年第7号风台环视哥今仔日早起8点已经形成啊，预计这拜4甲拜5就是上晚近咱台湾的时阵。台湾的北部呢是有局部性的大雨，也若中南部伫过昼了后，嘛可能会出现雷公雨。专家是提醒民众，目前这假期也是当咧活动，所以最近有可能会出现3粒风台做伙加的情形。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已经伫拜3早起8点形成组，今年第7号风台环视哥有果会继续向琉球南方海面行，伫伊继续向西刷动的过程中，受限环境条件，拜5半暝到拜6可能都会减弱会。热带性低气压进入到中国甲马祖一带，拜4拜5这2日是上晚近台湾的时阵。在25号的晚间会来到台湾北方的海面跟东海南部的近海这个地方，因此到时候在24到25的时候，大概比较偏北风或西北风的情形。北台湾下雨情况，基隆北海岸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。中午过后，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也会比较大，会放在中南部地区，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天气上面的变化。目前西太平洋当处伫季风低压活动期，一旦条件适合，就可能真经发展做风台。气象专家贾新香表示，未来1礼拜的天气系统主角就是活动的季风低压区，除了环视哥之外，热动扰动 99W 甲热动扰动 98W 拢无排除有机会增强为风台，不过对台湾影响较小，可能出现3台同齐。至少在3天左右可能会有3个台风在热带洋面存在的一个状况发生，并不算罕见。以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的话，就是先关注这个第7号台风它的移动跟趋势，我想是比较关键。气象署提醒，除了最近几日要注意当天发生23这日7拄到天文大楼，台南、高雄、新北、基隆、宜兰，在保留期间，沿海第7街的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造成的积淹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